为是他手，替你发明是谁？什么是谁？他的发明是谁？我非就是不娘亲。他的是人出娘在人家，我不念跟他生死须不为。请问是他？你是中年出家还是幼年出家？令你七岁定婚，算是幼年出家。请问出家几年了？回来之后，算来已有29岁。是他有36岁了。是。请问出家还有人？父母去世已去。会有其他亲人？他家人不但做家之事，请问家女公来搞黄案有何归过？来上香八百，岂不是保佑我母子早日团圆？家女公灵堂也在何处？也在家中。那岂必是早早相逢这个问题？养母早日为非母两分开。家女公与生母13了，真是13了。请王不迭进献，是他亲。他为我让我发明他为我将我生死来慰问，只见他身上一了幸福的自己中的这是什么的？这是大用宝的，大用宝的。我把话给好放心，都如烈日与家女公把家女定娘亲，我有事争取你心。家女公是他，再听母子母子听，可怜你母子两离分，谈不知灵堂何时离开你，不知13为无益。我李母子在强迫，13月里不知情。领导他是怎样人？母母也是才家人，领导他家在何处？完全是他自己。家不敌人3、4倍，是他呀不是死等有用，完全是他3分灵，是当名叫琉璃灯，挂在佛的11名，电视电过琉璃灯，今世300好眼睛，电视播的琉璃灯，眼睛模糊开不清。
哎，只为我前世不别流离对，今世不随好眼见。你眼睛好大分明不地平，你为什么在第四里地流离灯？我让爹姑流离对，为我生我人不清。家园公子今当人问，只恐他灵堂见你真不清，就不杀早与你母子早团聚，去到那芦海岛内就等你。他的母亲是一人，莫非我儿到外门，我有心反抗，是他难开口，俺妹母子他家人，为何他越见有妇女，他到芦花岛来？这两边都是芦海菩萨，芦花菩萨有灵验，不问流年吉凶。哦，就是他替我出让一书，请问家园公今年贵庚？也才8岁。不知你是哪一个家先进来的？我是苏州县进来的。在梦中不免说起，夜子夜三大五大八。什么经？借入海经。哦，是芦花万要念经，为何不说下去？就是这一生，太真菩萨自护自福，你看他面带笑容，自在自福。此次再来让我母子的人相为了。卢汉菩萨所有灵性，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相人呢？这我又不是芦海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芦花啊，芦花啊！为我生人他不知，从小陪我超开眉。18年来梦中说，我是父母是谁？可怜我到处奔波把娘人，我走进去那遇千人。从早人呀到深夜，混动人呀到山水，金山才在村农民，中儿不要到西儿人，母子啊，母母子人，千草草草把人。今他一女龙三心，姑娘孩儿不出心。他今年也是18岁，从小被母跑了门。他与孙郎闹相思，他母也是苦他家。
为是，但是宗旨观音60年，在家出大儿女，这是到宗旨观音面前私人做工，既可去男的男，就女的女。哦，人家虽然有女都是他送去的。宗旨观音啊，宗旨观音，到了少年前，你不是家中亲问到人，对母子分离难相对，就听往年不在心，还要我想你问，我就你早是原来人好苦，不为你今日有苦他是谁，不为你你心不悲，是无在。他想那就是你儿子他的，所以母不能尽错情，在我上边李母也是参加的，连逢一世不联系，夕阳西下一望万顷家园在万门。我哪里去？你要会用吗？哦，是他们我外发的。咦，这是什么布子？都是同志八归一，都是同志八归一人，只有娘亲。都是对的同志八归一，亲虽然只有娘亲。谁怕我早月为什么早年间不承认？心上把激动娘亲，为我牵到心上泪水了。他的是他的人来做。
长得貌外使他才来请的。第一不该得罪贾元公，这是咱们钦定之地，以身之非。还望贾元公谨慎为主，我定要早点出来，快快开门。第二久病无法，不能开门。你快回去了，此次高日了。母亲，你呀，你是在家的儿妇，不是你过，不是你的两全不开，杀人原在身子的虎门。什么人？他是一本不明白，我看他不是别人之人，他的他不是正贵人，他不是正贵人。知道多少定身为，不认识是正贵人，与日去连着两三岁，是一家的事，我不听。
呀也不大累，这日一无养来无不累，万里江湖远苦林是走起来也归根，繁花芽草与人爱，二匹草木草山不分。孩儿姑娘美丽姑娘里在跳你怕什么参加那一说家事，怕什么亲人家里不容易，三亲娘亲把人人懂。